第一節課，一聲差評引爆全城，台灣第一千金的玉石俱焚。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頻道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個充滿戲劇性，但又令人非常心酸嘅真實故事。呢個故事嘅主角曾經係台灣最高高在上嘅第一千金，含住金鎖匙出世，但偏偏大半生都俾熱債纏身，活喺仇恨同孤獨之中。佢就係前台灣領導人陳水扁嘅女陳幸妤。時間返去到2026年8月12日，台灣全媒體爆出咗一單極其震撼嘅新聞，頭版頭條全部都係陳幸妤嘅相。就喺陳幸妤50歲生日嗰一日，佢為自己設計咗一個魚死網破嘅復仇計劃。嗰晚深夜，佢打開手機，到前夫趙建明診所嘅網上評分頁面，留低咗一個毀滅性嘅一聲差評。陳幸妤喺評論入面毫不留情咁寫道：趙建明醫生對前妻同親生兒子嘅診斷極度潦草，自己個仔打波骨折，竟然被隨便敷衍了事；前妻嘅肩膀肌腱斷裂，竟然被當成50肩，醫咗足足5年。呢間診所上上下下男女關係混亂，人品醫德可想而知。而評論嘅落款清清楚楚寫住前妻呢兩個字。呢條評論出現喺網絡上嗰一刻，成個台灣嘅輿論瞬間炸開。一條網上評論引爆咗一場涉及婚姻、法律、家族嘅全方位風暴。一夜之間，陳幸妤、陳水扁仲有成個陳家多年來嘅負面新聞，全部重新登上搜尋引擎嘅榜首。陳幸妤選擇用最慘烈嘅方式將呢把火燒向前夫，亦都燒向自己，完全係玉石俱焚。老友記，大家試諗下，陳幸妤本該擁有最耀眼嘅人生，佢老豆曾經係台灣最高權威嘅人，佢嘅起點係無數人幾輩子都爬唔到嘅終點。但點解一個出身咁顯赫嘅女人，今日會選擇用咁極端嘅方式親手終結自己嘅婚姻？佢呢次嘅爆發揭露咗趙建明咩不可告人嘅秘密。陳幸妤呢一生到底背負住咩沉重嘅業因，令佢嘅命運高開低走？今日老師就用易經嘅大智慧同大家睇清楚陳幸妤呢一生嘅因果。接下來一堂課，老師同大家講下佢點樣由9歲開始背起成個殘破嘅家。第二節課，9歲背起殘破的家，隱隱堅強的童年創傷。一個人嘅命運軌跡，好多時喺童年嗰陣就已經種低咗最深嘅業因。陳幸妤9歲嗰年，老豆陳水扁因為蓬萊島案犯法入咗監，禍不單行。同一年，佢阿媽吳淑珍因為一場車禍，下半身徹底癱瘓，入咗醫院。原本好端端嘅一個家，瞬間支離破碎，屋企只剩低佢同6歲嘅細佬。喺嗰個年代，老豆個名係政治禁忌，親戚朋友個個都避之則吉。阿媽攤喺張床度，面色蠟黃，連轉身都需人扶。所有嘅不幸全部壓喺一個10歲都未夠嘅女仔身上。由嗰一年開始，佢無奈地成為咗呢個家嘅頂梁柱。每日放學，佢就要拖住細佬隻手去鄰居羅媽媽屋企食飯。食完之後，佢端起一碗飯行返屋企，放喺阿媽床邊，一口一口咁餵。家務事纏身，令佢提早結束咗童年。但係去到學校，亦都唔係一個安全嘅避風港。陳幸妤回憶過，有一日教官點名，叫佢企起身，當住幾百個同學嘅面，毫無顧忌咁講：為壞人辯護嘅就係壞人。面對咁樣嘅當眾羞辱，陳幸妤冇喊，亦冇發脾氣，
佢只係默默將呢份屈辱死死咁壓入心底最深處。呢件事佢收埋咗幾十年，直到結咗婚之後先敢講俾老豆聽。陳水扁聽完眼眶紅晒，一句話都講唔出。陳水扁成日話陳幸妤呢個女從來唔使佢擔心，但其實係因為陳幸妤從小就習慣將所有嘅傷痛自己吞落肚，就係經歷過咁樣嘅童年。佢因為阿媽嘅病立志要學醫，佢因為老豆嘅政治遭遇，骨子裏極度厭惡政治。佢呢一生只有一個最簡單嘅願望，就係做一個普普通通嘅人。後來陳幸妤真係搏晒命去實現自己嘅理想，佢考上全台灣最好嘅北一女，考入陽明大學牙醫系，仲以榜首成績考入台大碩士班。佢用盡全力喺老豆嘅政治世界之外，替自己建造咗一個完全屬於自己嘅人生。2000年，陳水扁當選台灣領導人，當時陳幸妤先至24歲。一夜之間，佢被捧成台灣第一千金，亦成為日後幾十年台灣傳媒日夜追訪嘅焦點。佢一直想歸於平淡，做一個普通人嘅夢，徹底碎晒。接下來一堂課，老師同大家講下佢點樣遇上人生最深嘅劫，嗰個叫做趙建明嘅男人。第3節課，誤入金絲雀籠。第一，駙馬的狂妄與背叛。易經有云：福斯禍所伏。陳幸妤以為老豆大權在握，家族從此風光無限，最難捱嘅日子已經過去。但佢絕對估唔到，一個充滿心計嘅男人正向佢行近，而呢個男人將會成為佢一生最痛嘅劫數。大學期間，陳幸妤談過一場戀愛，同牙醫學長拍拖3年幾，幾乎去到談婚論嫁嘅地步。但後來佢發現對方一腳踏兩船，有第三者。陳幸妤性格極其剛烈，愛恨分明，發現之後立刻斬纜離場。佢喺感情上從來都係清醒嘅，但清醒唔代表命運會放過佢。陳水扁當權嗰一年，台大醫院骨科有個醫生叫趙建明，原本冇人特別注意佢，但後來成個科室嘅教授見到佢都笑口噬噬。點解？因為佢當時正喺度猛烈追求最高領導人嘅千金。趙建明出身普通，冇顯赫背景，但外表生得高大，有180公分，而且善於交際，同事都話佢容易相處。啱啱經歷完失聯情傷嘅陳幸妤覺得呢個男人踏實順眼，兩人好快就走埋一齊。2001年，兩人舉行世紀大婚。陳幸妤以為自己終於迎到避風港，可以過安穩日子，但佢懵然不知自己已經踩入一個無法掙脫嘅牢籠。趙建明一躍成為第一駙馬，人生大門瞬間打開。台大骨科最德高望重嘅教授爭住同佢拉關係，各路權貴富商主動登門結交，稱兄道弟。趙建明開始出入最高級嘅餐廳，同股市大戶同台食飯，個個當佢神咁拜，叫佢少爺。佢開始飄辣，開始狂妄自大，覺得全天下冇嘢係佢搞唔掂嘅。有同期醫生回憶，以前喺台大啲大教授個個擺起款，但自從趙建明娶咗千金，所有門路一通，佢連行步路都帶風。但老友記聰明人都知道，權力係一種劇毒，擁有佢嘅人好少能夠全身而退。趙建明徹底沉醉喺呼風喚雨嘅快感入面，雙眼再也睇唔見屋企，睇唔見當初承諾過要白頭到老嘅老婆。喺出面佢係威風八面嘅駙馬爺，返到屋企佢只係一個冷漠無情嘅陌生人。而陳幸妤就係咁，
一個人撐起成個家，湊住幾個細路，照顧癱瘓嘅阿媽，每晚喺黑夜中等一個越走越遠嘅丈夫。好可惜，佢等嗰個人個心一早就已經飛走咗。接下來一堂課，老師同大家講下權力點樣令人失去理智，帶出震驚全台灣嘅內線交易案。第4節課，內線交易與貪腐風暴，跌落神壇的連環業力。2005年喺台北一間極其隱蔽嘅高級日本料理入面，台開公司董事長靠近趙建明耳邊，靜靜雞透露咗一個外人絕對唔知嘅內幕消息：台開即將有一筆高達165億元嘅銀團貸款。消息一出，股價必定爆升。趙建明聽入耳啦，佢返去同老豆商量，兩父子貪字得個貧，決定借用趙建明阿媽嘅名義，悄悄大手買入2萬幾張台開股票。當時陳幸妤已經懷上第3個骨肉，大肚便便，根本唔知老公喺外面做緊咩傷天害理嘅勾當。短短1年不到，台開股票高位套現，趙家兩父子淨賺超過3500萬元新台幣。趙建明嘗到甜頭，心存僥倖，以為單嘢天衣無縫，神不知鬼不覺，繼續嘆佢駙馬爺嘅世界。然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調查人員一早就盯上佢。所謂內線交易，就係利用普羅大眾唔知嘅內部消息，提前買入，等利好公開後，再高位拋售割韭菜。普通人犯呢種罪叫貪婪，最高權力者嘅家屬犯呢種罪叫做以權謀私。調查部門順藤摸瓜，查到當日飯局嘅董事長，再追到趙家老母名下嘅戶口，白紙黑字，鐵證如山。2006年5月，趙建明被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見。消息傳出，全台灣震動。第一，駙馬竟然淪為階下囚。當時大住肚嘅陳幸妤冇走避，佢頂住龐大壓力，企喺鏡頭前替老公辯護，話唔可以用道德批判來定罪。一個人嗰陣時佢仲好天真咁以為一切都係一場誤會，捱過去就雨過天青。呢場官司一打就係16年，來來回回發還重審。陳幸妤最寶貴嘅青春就係耗費喺一次又一次嘅法庭傳票之中，但更大嘅風暴仲喺後頭。2008年，陳水扁卸任，失去權力光環，隨即面臨大清算、國務機要費案、龍潭購地案、南港展覽館收賄案，一樁接一樁貪腐醜聞浮出水面。曾經企喺權力最頂峰嘅男人，被扣上手銬，押上囚車，成為台灣史上第一位入獄嘅前領導人。陳幸妤望住電視熒幕入面嘅老豆，嗰個畫面同佢9歲嗰年幾乎一模一樣，唯一唔同嘅係9歲嗰年佢識得痛哭，而今次佢已經欲哭無淚。老公嘅官司纏身，老豆當堂入獄，阿媽臥病在床，細路嗷嗷待哺，佢發覺自己連崩潰嘅權利都冇。由老豆入獄嗰一刻開始，陳幸妤嘅新婚一夜之間跌落谷底。佢唔再係高高在上嘅第一千金，而係貪污犯嘅女。街上途人對佢眼望望，背後指指點點。以前因為佢老豆而對佢阿諛奉承嘅人，如今見佢猶如見鬼，掉頭就走。明明佢自己冇做錯，但係佢個名卻無辜地同貪腐永遠綁埋一齊。接下來一堂課，老師同大家講下媒體點樣嗜血追蹤，將佢逼到去紐約街頭徹底崩潰。第5節課，紐約街頭的崩潰，媒體嗜血與幽靈婚姻。當年嘅台灣傳媒嗅覺極其敏銳，邊度有血腥味，
邊度就有收視率。從陳水扁落台嗰日開始，陳幸妤嘅一舉一動再次成為所有狗仔隊死纏爛打嘅目標。記者日日夜夜守喺佢送細路返學嘅必經之路，用鏡頭對住佢塊面。有啲記者甚至假扮病人，帶住微型偷拍機混入佢嘅牙醫診所。呢班記者就好似坑渠嘅蒼蠅咁，令人極度作嘔，但又揮之不去。陳幸妤為了保護屋企，一直選擇死忍，保持沉默，直到有一日佢終於徹底爆發。嗰一年，佢孤身飛去紐約參加美國牙醫執照考試。佢本以為飛出台灣，終於可以有一絲喘息嘅空間，點知台灣嘅傳媒竟然買埋機票跟住佢飛到紐約。佢一出考場，大批記者已經蜂擁而上，跟住記者甚至喺高速公路上面飛車狂追，窮追不捨，將陳幸妤逼到無路可退。那一刻，陳幸妤隱忍多年嘅防線徹底崩潰。喺紐約嘅異國街頭，佢雙眼渙散，聲嘶力竭，對着鏡頭瘋狂怒罵足足20分鐘。佢破口大罵啲記者係變態，係流氓。佢歇斯底里咁問：我係陳水扁個女，就活該俾人踩喺腳底嗎？踩到死都冇人理嗎？我做錯咩事？我係通緝犯嗎？面對住佢嘅崩潰，記者們內心狂喜，心中暗想：終於有獨家大新聞。第二日，台灣週刊封面大字標題寫住陳幸妤精神科治療內幕，話佢壓力過大，精神崩潰，要睇精神科醫生。自此，陳幸妤無辜地背上咗一個失控瘋女人嘅標籤。嗰幾年，佢真係患上咗抑鬱症，情緒極度低落，脾氣暴躁，龐大嘅壓力完全冇人幫佢分擔。為咗自救，佢做咗一個決定，搬去台南開咗一間牙醫診所，冇剪彩，冇記者會，靜靜地開業。街坊都話陳醫生私底下平易近人，好實在。呢間診所成為咗佢為自己保留嘅最後一片淨土。後來佢承認咁多年來對老豆陳水扁係有怨恨嘅，怨佢搞政治連累全家，怨佢當年推自己嫁俾趙建明。時間去到2021年，趙建明嘅官司終於塵埃落定，最高法院判處趙建明有期徒刑3年8個月，即時收押，限制出境。丈夫入獄，陳幸妤再次陷入無盡嘅惶恐之中。佢默默等候，以為只要熬到丈夫出獄，一家人就可以團聚。但佢絕對估唔到，等返嚟嘅係一個永遠醒唔到嘅噩夢。2023年4月，趙建明假釋出獄，陳幸妤苦等2年，以為苦盡甘來，點知走出監獄大門嘅趙建明性格變得極度乖戾，佢拒絕再叫陳水扁一聲外父。當對方係透明，吳淑珍病危，想見佢最後一面，佢冷血拒絕。因為趙建明心入面有個解唔開嘅死結，佢認定自己坐監係陳水扁為咗換取特赦而推佢出嚟做替死鬼，係扁家欠咗佢。呢股扭曲嘅仇恨最終全部發洩喺陳幸妤身上。喺屋企，趙建明對老婆視若無睹，當佢幽靈，陳幸妤問佢嘢，佢頭都唔抬，打俾佢電話永遠唔接。空蕩蕩嘅屋企，只聽見陳幸妤一個人微弱嘅聲音。明明住喺同一屋檐下，卻係近在咫尺，遠在天涯。更令陳幸妤心碎嘅係，趙建明診所樓上住咗個護士，單位仲係用趙建明阿媽個名租嘅。朋友早就傳聞佢哋有染。陳幸妤懷疑丈夫出軌，追查咗整整5年，但因為冇大廈出入卡，始終捉唔到確實證據。但呢份猜忌同冷暴力已經徹底摧毀咗2人最後嘅信任。易經葵卦講同床異夢，陳幸妤終於忍無可忍，
既然緣分已盡，佢選擇灑脱離開。接下來一堂課，老師同大家講下佢點樣喺50歲生辰做出震驚全城嘅反擊。第6節課，50年覺醒的反擊離婚風波與台南人的力挺。2025年6月12日，陳幸妤同趙建明正式簽字離婚，兩人簽咗嚴苛嘅保密協議，外界完全唔知情。今次陳幸妤冇再聽老豆講忍一忍，佢將離婚嘅秘密死壓咗1年，直到今年50歲生日嗰晚，多年來累積嘅憤怒同不甘驅使佢打開手機，做咗一件再冇回頭路嘅事。佢用前妻嘅名義喺趙建明診所留下冷酷嘅1星差評，將前夫嘅醜事公諸於世。診所評分一夜跌落谷底，大批網民截圖瘋傳。台南市衛生局立刻介入調查，發現違規，即時開罰。趙建明嚇到嗱臨拉閘停業，門口貼出告示，自稱非公眾人物，拒絕回應。大批記者守候，趙建明只能偷偷摸摸由後門鬆人。陳幸妤見狀，面對記者笑住話：我識咗趙建明20幾年，佢診所有地庫秘道，你哋捉佢唔到調。一邊係縮頭烏龜，一邊係談笑風生。台灣民眾一眼就分得出誰虛誰實。隨着輿論發酵，更多驚人內幕曝光。原來趙建明嗰間價值6000萬新台幣嘅豪華診所係陳幸妤一力承擔按揭買落，再過戶俾趙建明嘅樓係佢嘅，債就老婆孭。陳幸妤坦言懊悔到想一死了之。更離譜嘅係，陳幸妤多年來為3個兒子儲落嘅2300萬教育基金，早年被趙建明以投資為名攞走戶口密碼，如今兒子成年出國求學需要用錢，趙建明竟然扣住筆錢唔還。陳幸妤透過傳媒公開追債，仔都大個啦，可以還錢未啊？網絡輿論一面倒撐陳幸妤，網民話陳幸妤出名心直口快，唔識講大話，佢講嘅嘢大家信到十足。律師亦分析，陳幸妤字字句句踩準法律界線，毫無破綻。趙建明歸宿幾日後，終於拎住離婚協議書影印本，指住第8條保密條款，聲稱違約要賠償1億新台幣，想借此令陳幸妤收聲。陳幸妤睇完得啖笑，直接回應：我問過律師，按道理係佢要賠1億俾我，佢將協議書揚俾傳媒睇，自己就已經違約在先。如果佢告我，我都告佢，睇法官點判。老友記，20年前喺紐約街頭崩爆炸嘅弱女子，20年後站喺台南街頭，雲淡風輕，對着1億違約金說隨時奉賠。呢種脫胎換骨嘅蛻變，令全台灣刮目相看。台南網民睇唔過眼，自掏腰包喺武菲街舉辦炸美藝術節，連演4日包公澤陳世美嘅歌仔戲，成個台南用最草根嘅方式替佢出一啖氣。陳幸妤知道後只係講咗2個字：無聊，跟住轉身入房繼續睇症。佢唔糾纏，唔內耗，絕唔用別人嘅錯來懲罰自己。易經復卦有云：反覆其道，7日來復。講嘅係經歷人生大起大落之後，找回真正嘅自我。呢一次佢唔再係前總統個女，唔再係第一駙馬個老婆，佢只係陳幸妤，一個牙醫，一個母親，一個50歲終於敢講不嘅女人。風暴過後，台灣人第一次去搜尋陳幸妤自己間診所，結果發現高達4.7粒星，將近400條真實病患留低嘅好評，病人
盛讚佢體正溫柔細心，絕對唔會亂 sell 嘢。有後生女想做牙齒貼片或者打肉毒桿菌，佢直接拒絕，我都沒打，你年紀輕輕打咩？嘥錢。佢行醫實實在在，只講真話，診所長年爆滿，一號難求。更令人動容嘅係，早喺2002年，台灣母語協會想名人代言，創辦人戰戰兢兢打電話俾外界眼中形象強硬嘅陳幸妤，點知佢二話不說，一句好，唔問酬勞，唔提條件，一口答應。之後20幾年，佢用自己喺醫院廁所泵奶嘅真實經歷，四出推廣母語，餵哺低調行善，直至婚變風波，創辦人發聲感謝，大家先如夢初醒。原來呢個被抹黑為失控潑婦嘅女人，20幾年來一直默默做緊咁多複雜社會嘅事。網民驚訝50歲嘅佢外貌幾乎沒變，因為佢從不內耗，有冤屈吐完就算，放低包袱繼續前行。佢唔完美，崩潰過，失控過，但佢從來冇被命運打沉。接下來一堂課，老師同大家用易經嘅大智慧總結佢呢一生厚德載物嘅終極清算。第7節課，厚德載物的易經大智慧，善惡因果的終極清算。易經觀卦第一句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陳幸妤用佢嘅50年，將呢句話活得淋漓盡致。易經又云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呢個絕對唔係封建迷信，而係天道運行嘅不滅鐵律。善因結善果，惡因結惡果，種咩因得咩果。喺陳幸妤身邊幾個人身上寫得清清楚楚。但天道算賬從來唔只看一個人，係算整條因果鏈。呢一生有3條因果線同時交匯喺陳幸妤身上。第一條線係趙建明嘅因果，趙建明種下嘅因係貪，佢貪嘅唔止係金錢，更係貪圖嗰個根本唔屬於佢嘅虛榮位置。一個普通醫生靠裙帶關係一夜登頂，權貴奉迎，內幕消息滿天飛，佢以為自己真係人中之龍。易經觀卦話飛龍在天，高光背後緊接嘅就係亢龍有悔，飛得越高跌得越殘，天道收走佢咩？收走自由換來16年官司同牢獄之災，收走名譽由駙馬淪為千古罪人陳世美，收走家庭，老婆等足25年，最終用一聲差評將佢釘上恥辱柱。佛家話菩薩為因，眾生為果。趙建明只顧貪圖果報，卻從來冇問過自己配唔配承受個因。天道嘅賬毫厘不差。第二條線係陳水扁嘅因果。陳水扁種下嘅因係對權力嘅極致追逐，佢選擇政治改變台灣歷史，呢個係佢嘅功。但易經坤卦講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，功過分開算，天道絕不混淆，佢貪腐嘅殃狠狠砸落最無辜嘅女身上。9歲老豆坐監，30歲老公亂政，老豆叫佢忍。33歲逼到女喺街頭崩潰，50歲個女終於反抗。陳水扁最後嗰句爸爸對不起你，雖然遲來，但也算係易經震卦講嘅震驚，百里不喪臂，喺毀滅中得到警醒。天道對佢嘅清算仲未完，但至少留低咗一個堅強嘅女。第3條線就係陳幸妤自己嘅因果。陳幸妤種下嘅因係善，係忍，係厚道。佢由9歲開始端飯餵母，冇逃避，冇抱怨，大半生時間照顧癱瘓母親、入獄老豆、不忠老公。佢亦有犯錯作偽證，但佢敢做敢認，承擔後果。被騙走6000萬買鋪，被私吞教育基金，佢
佢悔恨但無，化作怨毒。佢行醫本分，默默推動公益20載，呢啲善因最終結出咩果？係診所4.7粒星嘅真實驗證，係全台南市民自發護航嘅仗義，係當年抹黑佢嘅傳媒公開認錯。易經坤卦有云：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，大地承載萬物，包容救惠，默默付出，不求回報。陳幸妤呢半生就係活生生嘅坤卦，佢承受老豆嘅政治原罪，承受老公嘅薄情寡義，承受媒體嘅網絡欺凌，佢冇冧，因為厚德載物嘅人係永遠壓唔垮嘅。佛家話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這事；欲知來世果，今生作這事。陳幸妤前半生承受嘅係家族共業，但佢後半生親手種下嘅善已經開始開花結果。喺所有人以為佢玩完嘅時候，佢繼續懸壺濟世，喺最痛嘅苦難中對病人依然溫柔，喺被背叛到極點依然保持基本尊嚴。陳幸妤用50年光陰，終於蛻變成真正嘅自己。但老友記，你同我唔需要等50年，我哋每個人一生總會遇到令你心寒嘅人，遇到走投無路嘅黑夜，俾人出賣，俾人利用，真心換來絕情。嗰個時候你有2條路揀，一條係駝住仇恨嘅包袱，由得佢壓死你；另一條係學陳幸妤咁喺某一個節點徹底放低，瀟灑前行。欲知來世果，今生作這事。你今日種低乜嘢，決定你聽日收穫乜嘢。唔係叫你懦弱退讓，而係叫你清醒選擇。到底係要用別人嘅過錯來折磨自己，定係用自己嘅善良同堅強去照亮餘生嘅路？陳幸妤揀咗後者。50歲，一切推倒重來，為自己而活，從來唔會太遲。命運分派咩爛牌俾你唔重要，最重要嘅係你用咩姿態打完呢場局，點樣跨過嗰啲坎，呢個先係你一生最真實嘅答案。厚德載物，方能行穩致遠。好啦，今日陳幸妤嘅因果人生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願各位老友記無論順境逆境都能守住心底嘅善念。我哋下集再見。